前一阵一直在做这个剧宣嘛，很多这个有趣的事，我相信朋友们都听到了。我觉得就是整个剧组氛围非常好，然后拍的也特别开心，包括整个播出，大家在看剧的时候那个刷的弹幕也好，或者是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发的一些东西也好，比如像什么暗号是吧，我都有看到。然后我觉得大家就在有投入到看剧且在讨论剧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剧氛围，我觉得就特别开心。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首一如初见，江南烟雨不知落在你眉间，心上留恋。其实书卷也快上了，后面就是大部分除了一个出国的综艺，然后还有专辑，还有一点尾声没收，然后所有的时间基本都给到那个演唱会了，所以就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感受，一个非常用心的一个演唱会。